香港睇下，政府建議修例禁止層壓式推銷，大幅加重嘅刑罰。第時除咗主謀之外，層壓式推銷嘅會員，如果係透過介紹其他人入會獲利嘅話，亦都可能受罰。而家嘅層壓式推銷一定要涉及銷售行為先會被視為違法。如果只係靠不斷拉攏會員入會獲利，法例禁止唔到。政府希望堵塞呢個漏洞，修改層壓式計劃嗰個嘅定義，明確咁去定明，係透過招攬要付費參加新會員係作為唯一或者係主要嘅誘因。而係都係透過拉人頭加入計劃而獲得利益嘅話呢，呢個計劃呢就應該被定為呢係層壓式計劃。日後參與層壓式推銷嘅市民，如果再介紹其他人入會而獲利，都可能惹上官非。咁所以參加者實際上呢係協助緊推展呢個層壓式計劃嘅。咁所以我哋嘅傾向呢都係將參加者視為等同營運計劃嘅人士，一律應該負上等同嘅刑責。佢話：如果市民只係唔信計劃，可以用不知情作為抗辯理由向法庭申辯。政府同時建議加重層壓式推銷嘅刑罰，由而家最高罰款10萬蚊同監禁3年，增加到罰款100萬同監禁7年。希望可以趕到喺明年暑假之前完成修訂。無線電視記者何文文報道。咁究竟應該係點樣去定義一個層壓式銷售呢？郭永嘉。根據香港直銷協會所講啦，一個正當嘅傳銷同埋一個層壓式嘅傳銷都有好幾個分別㗎。咁首先，正當傳銷嘅參加者一定要係賣到貨咧，先至可以攞到報酬。咁但係層壓式嘅咧，咁主要嗰個報酬係嚟自拉人頭㗎。正當傳銷嘅參加費用咧，一般都係較低，大概咧係幾百蚊左右嘅啫。咁但係層壓式嘅參加費用咧，分分鐘係要幾千蚊至到幾萬蚊不等㗎。正當傳銷咧，仲會設有一個冷靜期同埋一個退貨制度。但係一啲唔正當嘅傳銷手法咧，就唔會提供㗎啦。部分跌入層壓式陷阱嘅受害人呢，往往都會損失慘重㗎。19歲少女為咗加入傳銷工作，向財務公司貸款近10萬蚊，最終要申請破產。10幾個內地人聲稱俾傳銷公司騙財，曾經喺灣仔絕食抗議。所謂層壓式推銷究竟係咩一回事呢？07年參加咗一間香薰傳銷公司嘅陳先生，借咗幾十萬蚊參加計劃。公司話如果每介紹一個人入會，佢就可以分到5000蚊。但係招收唔到新會員，又賣唔出啲貨，最終搞到破產。諗翻起當時，覺得疑點重重。唔係真正係即係做生意噶嘛？話明唔使我哋賣貨，講得好清楚，唔使我哋去銷貨，係咪嚇？係咪入會費啊？係咪？即係入咗啲錢有佣收。不過對於政府打算修例招攬人入會都要負上法律責任，佢就唔贊成。我哋而家個個都係即係全部都係俾人受騙嘅，騙咗入去，咁即係冇辦法即係爭咗人啲錢，要走唔甩，焗住咧，好多人咧就去逼住去做。逼住去做唔應該做嘅嘢。香港直銷協會指，政府定明層壓式銷售係主要靠招攬新會員嚟獲利，只係最基本嘅定義。咁佢同正當傳銷仲有好多分別。佢嘅銷售嘅手法，即係除咗拉人頭之外，譬如話佢自己嗰個運作嘅模式係點樣咧？有冇啲欺騙嘅成分咧？有冇啲欺詐成分啊？咁呢個我諗係要整體去睇呢間公司係唔係屬於一間層壓式嘅公司。佢認為政府除咗修例，亦都要加強公眾教育。咁而家業界咧，其實都有自我規管㗎。咁主要就係靠呢一個叫做商德守則。咁每當收到投訴嘅時候咧，就會轉交俾一個獨立嘅第三方去調解或者調查。咁結果咧，可以係取消訂單啦、退貨，或者係向被投訴嘅公司作出警告嘅。方健儀。